名哈萨克斯坦人星期三在多座城市举行集会，抗议政府新建中国工厂，并要求禁止一项政府希望引入投资和带来就业的计划。示威者在诺尔苏丹、阿拉木图和吉姆肯特等多个城市集会，反对中国的扩张政策。示威者带着上面写有"不接受中国项目、反对中国扩张"等口号的黄符。在阿克托比市，示威者甚至要求关闭中国工厂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计划将于9月11日对华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。据媒体报道，示威者要求总统托卡耶夫放弃向中国借贷款的计划。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中国大陆移民东突厥斯坦并在这里工作。10年前，东突厥斯坦街头几乎没有汉族人，相反，现在几乎看不到维吾尔人。根据最新报告，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被迫廉价工作，每月只需250元。相反，来自内地的汉族人被分配到月薪1万元的职位。此外，政府提供10万元贷款、房屋和汽车，以鼓励汉族人和维吾尔族妇女结婚。香港政府宣布将撤回有关将嫌犯引渡到中国的送中法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，将撤回3个月以来导致民众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的送中法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还暗示，会满足13周以来在香港举行街头示威的抗议者所提出的要求。示威者在香港街头高喊"我们收回了香港，我们时代的革命"等口号，庆祝引渡法的撤回。另一方面，当地媒体报道，一些团体和活动家仍然对此决定持怀疑态度。此外，由于政府撤回有争议的引渡法案，香港股市录得10个月以来最佳日。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阿西弗·加夫尔少将谈到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紧张局势，称巴基斯坦一直试图缓和紧张局势，拥有核武的国家没有战争空间。加夫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，印度取消了查谟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，并对该省施加压力，但巴基斯坦正在努力减轻紧张局势。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，伊朗不再履行协议的浓缩铀储量及铀浓度的限制。伊朗总统鲁哈尼周3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，宣布第3阶段终止履行伊朗核协议的措施。鲁哈尼表示，与欧盟国家的谈判未能满足伊朗的要求，伊朗将第3次减少对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的承诺。鲁哈尼称，伊朗原子能组织已经收到命令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进行核研究发展，彻底放弃在此方面的承诺。